港澳地區居民可以參與到內地汽車購買政策中嗎？第4期特殊政策，針對港澳地區居民，內地還推出了一些特殊政策，例如港車北上政策，允許符合條件的香港私家車申請入出內地牌證，在廣東省範圍內行駛。這一政策打破了以往的身份、投資、納稅等限制，為香港車主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此外，一些城市還放寬了港澳地區居民申請購買新能源車的條件，例如深圳市允許持有效身份證明並按規定辦理境外人員臨時住宿登記的港澳地區居民直接申請混合動力小汽車或純電動小汽車增量指標，並享受相應的購車補貼。仲想了解更多北上政策就關注我吧。